面所写的。我向神祈求，透过神给我的这些歌词，应许在我们教会，在我们台湾，在每一个地方，祷告的威力，这是你我可以经历的。阿们，好不好？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主脚前，世界跑在我们后面，何以敬拜主彰显？天国降临我们中间，双膝跪在主脚前。我们后面，何以敬拜主彰显？天国降临我们中间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祷告里面成为神所喜悦的，经历神的同在，经历神大能的降临，经历一切的福恩满溢。哈利路亚！谦卑的心。相遇在祷告里，调整脚步，放下自己，鼓起新的气息，以渴慕的心与你连接在祷告里，归回安息，重新得力，拥抱你的护庇。把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主领导。